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在冷风萧萧的冬天啊，可以改断小嫩的皮骨，是件真幸福的事情呢。不过，假如讲皮骨改唔小嫩的话，怎样会办呢？在以前啊，妈妈也喺阿婆记得就会将皮骨拿去出去晒日头哦，晒好嘅皮骨就会变到小嫩，也会有一种日头的味道呢。不过，假如讲皮骨真是永久的改唔小嫩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哦，唔系拿去挑起哦，系拿本嘅做手工皮骨的师傅啊去保养，安尼皮骨就会变到同新的咁样嘅哦。还有，那汉糖果啊，睇条摆，皮骨可以做嚟加模嘅加种呢，系唔系真神奇啊？嗰本啊也睇一摆糖果呢。佢说啊，皮骨用嚟做嘅还有乜嘅精彩故事呢？佢本日嗰本就特别邀请菜市老店嘅师傅来同我哋上课介绍一下哦。我哋马上来欢迎钟太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尊重，我来自屏东县内埔乡，从事做手工皮嘅工作，今日各有缘也请欢喜来到也福气来嘅。节目地位来分享我的故事，和大家言谈，希望大家有建议。哇，钟太哥欢迎哦！看到钟太哥，我都想到哇，时间过得真快呢。从第一摆跟钟太哥认识，都更加差不多有6、7年了吧？有哦。时间过得真快呢。安尼应该钟太哥，安尼根本你来邀请来讲一个皮骨的故事嘛，应该同制作单位讲一下，然后应该准备一种品种，嗰种皮骨来聊一个故事ก็好嘛吼。讲出晒咩有样啊？嗰段一个小嫩的皮骨，唔过我讲吼，等下讲到一半哦，我哋都水下的，因为太舒服诶。钟太哥，我认识你嘅时间，我睇做一个手工皮骨的嘛，你真是乜嘅时间开始睇做的呀？我也讲到也吼，可能讲了这次开始做，应该讲对1年的开始，原先都对可能爸爸妈妈做到台，但是实际上来讲话，正式来讲，我睇民国85年，佢下我退伍後，我來接我爸爸媽媽嘅工作來做，安尼。慢些睇看，真是接受一個工作嘅時間，係退伍之後才開始來做嘅嘛。他們講，喺爸爸嘅時間都係做皮骨嘅，爸爸嘅時間用辦法想講來做一個手工皮骨呢？講到有講我以前咧，我哋咧店嘅之前嘅歷史啊，佢下都可以對農業社會一種咧商業、工業社會，我爸爸佢對農業社會出來，嗰時候畢業後，因為佢下嗰時候畢業後，他以前都去學學技術，我爸爸都來到屏東嘅一啲上海路來學有嘅皮骨嘅生意，當然。之前有學過多，但係天埋都學有嘅手工皮，經過頭擺做10個段時間3年4年，學上之後，都出來開店，安尼。但是開店做，爸同媽，今日結婚咧，喺昨天咧貨房地方做，因為發現到人口個習俗體。衣服誒，嗰時候我哋要全家要擺嚟衣服嚟做多件，安尼。原來嗰時就係對爸爸開始，佢就想講可以嚟做一個生意，去學一個技術之後，將來開店買一個手工皮骨。哇！頭先講到嘅係貨房地方做一個皮骨，我面到嘅畫面，真正呢，哇！下一次假使講有機會嘅話，真是可以來邀請總太講嘅，去前面嘅鋪房來翕一個相咯。像以前條擺咧做嘅老嘅手工嘅感覺啦，吼。不過總太講，萬歲看到台出退伍之後，第一份工作都過來接一個工作。人哋想講，以前嘅後生嘅吼，可能對這個可能會想講，出去打拼一下。用辦嘅時間退伍會想講，過來接一個工作呢。係啊，講到有問題咩？青島人安尼問。係啊，應該講幾好嘅，係退伍幾好嘅。喺算講喺台灣地方係算建議當我嘅時候。人之前我哋要請師傅來做。請師傅哦。要請師傅，因為做唔出來。佢喺度同我講嘅農業轉商業轉工業嘅時代，先可以對貨房出來。睇對貨房出來一天都我睇老闆賣貨，還有生意要讀書，教育當然太好。
个夹敷敷，拢会会煮东西，像安尼部分都会皮骨，会煮皮骨，因为佮遐做诶形式无像行个夹，如果请师傅来做，签诶多诶后背有一套呢他讲伊也慢慢诶另外也有几道其他点出来，变咧讲如可能也部分量如果少一些，但是唔怕个师傅做，但是做到来多来出来嘅师傅里头咩唔会做诶，按拄好挨拄好推用，还有想讲加即个有安尼眼前途兴起，来食即个诶，西条无都卡，即个爸爸妈妈嘛去摸啊，原来迄个原因。不过头头总太公有讲到，他以前嘅物质条件咁冇按好嘅时间，真是大家出去读书啦，嗰度真是會帶動嘅皮骨，甚至於講皮骨還可以拿來做家裝，係咪？皮骨做家裝本來都係皮骨做家裝啊啦。你以前做家裝係如果我準備嗰個東西，皮骨如果算其中嘅一項，是講冇做像按好，佢會唔會越做越好嘅啦？係啊，以前咁冇方便，可能講去點嘅方直接買就有像人家，一定要現錢做嘛。嗰時候以前嘅皮骨嘅需求個大，更加要機器出來。後擺全部攏用手工做嘅啦，不管咱外頭咪用安尼同樣，全部用手工嚟天做。後尾有工廠出來，咁漸嘅也市場都比會18有，比瓜分迄個，可能愈來一部分嘅也少。雖然嚟講。師傅嘛有提做，但師傅裏頭師傅一定學識嚟啊，一定沒有出去開。你出去開就變講碌卡都冇用嘅。其他公司還有獨到，其他嘅故事上萬點，其他下來幾段時間。嗰度睇緊變講嗰種投入，其他有一些都夠冇錢。當然也係一個因素啦，但係剛剛講碌卡因天數，我都。家庭講落來接也投入來做，總太哥，安尼講好嚟，人哋講機器做嘅東西輕強嘛，安尼手工皮骨做好一兩皮骨，標準嘅一種尺寸嘅皮骨，差唔多1舊嘅時間啦。先講螺絲嘅做法好，螺絲做法好，佢係如鐵鋪，我哋先了解一下嘅。尺寸還有重量，天一鋪如果是塗棉的，如塗天然棉，我冇如講嚟講太花棉，如標題工作嘅標題蛋糕，我哋都用工具去打，睇打xong之後，我哋攞嚟砍線，兩人來對砍啦，佢再用漆嘅。對，粘補嘅棉線，塗嘅棉呢，去夾下，佢再用輪嚟輪，在輪之後，因為我哋做嘅蛋面嘛，為面嘛，再推幾兩皮骨，再推編咗來，編咗來，又再砍線，再砍一擺，砍啦，又再又再輪皮，輪啦。輪嚟之後其實我哋喺彈嘅也中間已經彈咗3、4點鐘，做到也已經有5點鐘嘅清久，真係清久。輪好之後，我哋都頂皮，我用手嘅線塗嘅棉咧，塗棉線頂起來，為做嘛頂來？因為頂來蘑菇嘅棉線啊，塗嘅棉會走曬。頂好誒。我哋拿一條大篩，但係拿一條大篩，我哋一天頭擺，因為攏係用棉線嘛，嗰種我哋用嘅飯堂，我哋煮嘅飯堂，冇到麵堂都可以煮如盤嘅啲皮骨嘅蛋糕，不會曬。做乜佢會用嘅糖咯？飯堂又係麵堂。嘅主要目的嚟講，因為頭擺砍線嘛，用來講嘢麵咧，攏個體接觸體表面嘛。有時迄種舊嘅嘢面會做出來。個人用飯堂下嘢法，人家講嘅食醬樣啊，佢哋保護嘅有一層膜樣啊，保護嘅蛋糕，唔會被做出來。當然之後有啲書名也會嘅，但是佢如想講嘅以後事情啦。如果我哋鋪起來，配啲飯堂，配啲
有啲保護嘅木體蛋糕，啱人哋兩面攏噴哦，洗澡又噴哦，我睇睇熱頭大嚟做。第二個皮骨睇愛兩面攏會洗，兩面都會洗，一天攏會洗，洗嘅佢哋再拿去到室內去降溫，降溫嘅1-2皮乳大功告成，入做嘅。但是一段時間哦，佢長時間哦，可能係做一段皮骨，係晚上可能把它做，然後可能如果對就是5點落紅起來，係落做，係上到以前係晚上我都。我媽媽會送啲黃芽茶，係攞圖做好皮骨講個蛋糕，係會變個黃芽茶袋。哦，啊都睇個順勢會洗，啊呢順勢嘅。我哋去教，媽媽都拖，因為以前我哋睇鹽粉嘅，因為地方冇人睇啦，係攞圖鹽粉嘅，都我睇鹽粉用家彈起來嚟洗皮骨。哇！我哋睇晚上係記得係晚上要睇看個皮骨，洗皮骨裝皮骨，咁吊來鉗，啊冇用苗來挑，迄都唔可以。有學做嘅東西咧，當下睇。如果鹽咪做一種啲，有條鹽喺度，啊冇吊，但我無所做也沒辦法。但是而家冇洗啦，也洗唔得啦。係為老闆而家又冇半日擺。原來啊，唐鳳咧真係真奇妙嘅故事。啊洗好。清香嘅個棉花香，真是清香。真是棉花香，我有個香味，如果額頭都有講到嘅，洗熱頭係咧，跟熱頭嘅面絲嘛。係錯，佢都熱頭嘅面絲。人哋有講嘅阿婆也係媽媽嘅面絲。係錯。哇，觀眾朋友，唐鳳也俾人張地下講，人哋嗰啲皮骨啊，唔像人家吼，馬上買嘢都有嘅。以前啊，我聽做呢，聽做嘅還會等很久嘅時間，才可以完成一兩皮骨哦。不過皮骨到底還有乜嘅精彩也係感動嘅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前面啊，人哋聽嘅狀態過嚟，小姐講，一兩手工皮骨做好咧，原來有很多嘅功夫，真辛苦。除了安尼，手工皮骨還有兩般嘅智慧咧，人哋繼續嚟請教總太哥咯。總太哥，條都唔介紹嘅手工皮骨嘅過程啊，我真有興趣呢。不過我看到順向帶來，也個係做手工皮骨嘅工具嘛。錯。不過也個做手工皮骨同人哋嘅打獵有乜嘅關係嘛？但也個係親像係工呢？佢參考，根本都係吧，接風來都可以，人哋去山當過這個打獵呢。係啊，來介紹一下，因為人哋手工皮嗬，人哋都替睇一啲象徵，有一啲代表嘅東西，如係有嘅工具嗬，呀工具有分三部分，一啲係彈弓，一啲係臂弓。臂嘅神風嘅，另外一啲係有嘅很多錘嘅，有嘅歷史我先講嘢歷史好嘅啦，然後藝術茶，甚至茶藝爸爸嘅推嘅，我引用我來嘅，有啲當初嘅下嘅時嘅睇學生嘅下嘅，學生之後總是佢學嘅地方嘛，例如一本一啲生產嘅工具，如本講以後學我打皮骨，唯有講以後為有嘅工作來傳承，嗰種攞送有嘅把工，唯有臂工係有彈弓，臂工係有錘嘅，有東西啊，有兩種講法，一啲係老師傅傳下來，全部新嘅徒弟。我新嘅師嘅來，聽一種嘅調價，如果學生嘅調價，又會請老闆人做樣嘅工，做來幫佢哋。唔見看到嘅五色線調，更加看到係五色嘅塑膠線，但係調牌係牛筋線，真係牛筋線，因為更加全冇牛筋嘅，都用嘢來做。更加材料也輕多嘅啦，係一個方便。錯。嗰時候也個都係用一個工具同個面咧打上來。係錯，人哋使用嘅方式都係用一邊嘅弓，
佢有啲機會可以攪斷嘅乜嘅彈弓蛋糕有啲機會攪起來，佢就用樣去脆嘅，去彈嘅麵嘅，公司也脆嘅佢冇少可以用，伊也藝術可能嗰種古董，伊有一啲重量，伊嘅重量伊中間有你嘅色，你有看到也色，有看到嘅，佢都人都講奇怪，有個樹嘅做嘅中間都有一啲色色冇共用嘅，彈都有上嘅，後面咧彈鬆啦。用其他嘅弓嘅弓弦嘅彈力有冇？從個面咧打鬆，可能張開都有咧當嘅上嘅。有時候人聽是講當，所以有安尼上嘅出來。嗰時候做乜條板有講大皮骨，所謂大皮骨會用下嘅脆嘅，去彈嘅線來打嘅面咧，都當，很多大皮骨。係啊，以前係唔提嘅時節咯，想講大皮骨，係唔係萬歲阿婆媽媽睇嘅細皮骨嘅時期，見到個大，唔係打死伊咧，係打面嘅啦。係咁嚟講，係啊。不過總體講，你除了做一兩皮骨，仲有係講看天時可以曬個面咧，順勢嚟講，有一個技術可以嚟做一個皮骨之外，底部最重要嘅皮骨底部係面嘅錯冇？係錯。你面咧一般人哋用嘅係乜嘅面嚟啊？頭擺來講法用太華面，講到也沒有故事，有故事講頭擺大皮骨，在哪樣嘅工具，一定要可以做嘅，一定要可以做，譬如頭擺有啲眼愛，要做皮骨，佢做嘅邊係不俾你，佢做故事，鬆杯傳下來，如多眼愛碌卡，眼愛碌卡。一定會做面嘅，一定會熟悉，識種起來，得有量有多嘅，去請師傅來打。我來下打皮骨，同我講材質，我哋喺見下講頭擺落太方面嘅部分，也種出來嘅部分，用牙來打。觀眾朋友，第一排談到以前羅祖先見到愛做皮骨，還會自家做面嘅呢。真係冇簡單，也真辛苦呢。不過人哋吃鹽的部分，材質有頭講嘅太華麵嘛。近間人還有談過講有嘅乜嘅日本麵嘅，自己有係乜嘅麵嚟啊？後背麵頭擺皮骨都係由於太華麵鐵重嘅。嗰度後背有人講材料嘅改善。經常嘅改善，如何做日本麵？日本麵伊嘅特性如果講，伊係方便麵啦。但是伊嘅特性如果講，冇少看伊嘅麵咧嘅麵線，其實用嘅嗰些薑嘅用伊去看去照，伊底部有中空嘅關咧。如果等於講，伊同實際嘅麵來比較嘅話，實際嘅麵嘅實性咧，伊嘅空性咧，講到頭如果講。更加弄做安尼，強有嫩嘅皮，頭擺鐵重鹽麥，將嘅嘢可以接觸安尼嘅東西，來混合來做，這樣然後嘅比例來做兩皮骨出來。安尼我看到根本你總體講有帶麵咧，都好嘅一兩種麵咧，你都用帶過來嘛？係錯。安尼我哋來談一下，可能哪一種係日本麵，哪一種係我哋嘅傳統嘅太華麵？安尼看看來。一種國王，一種國拍，嗱可能其實嘅感覺有差別呢？有啊，伊咧國滑，伊咧國色彩，總體講，你看看咧，其實佢哋差唔多，都係佢哋量嘅，都係有乜嘅差別嗎？有差別個大差別個大，而家唔有數拿嘅，主持人請我台，有數拿落去。如果嘅太華麵，吃鹽的太華麵嘛，係種出來嘅東西，係唔做蘇拿嘅，係攞日本麵，係攞花香麵，係嗰強嗰少，伊講到差別嘅，那如果講，太華麵伊可以吸汗，吸嘅濕氣，係，但是伊有啲客店伊講有東西有一好冇兩好嘛，伊嘅客店有個錯，因為有落雨嘅伊如果食嘅米絲嗰啲做。但是要拿來曬。嘅日本麵，伊雖然講唔是拿來曬強少少，但是伊有啲客店會講伊冇吸汗。所以要用嘅太華麵料來混合來做，
啊做出来好皮骨。当然有的人也没有用嘅全部的面咧，也还是隔一条白嘅呢，重重的感觉，有改皮骨的感觉。係，改方嚟個食材有冇？係改時候呢？嗰時如果看講，人家一樣，啱啱嚟做製作，我同人家交流，一樣嘅過好，我對人過好，嗰個手工皮也聽做嘅東西。哦，係啊，因為手工皮嘅好處都安尼，今日聽到買買皮骨啦，可能底部全部都係嘅日本麵咧，冇都加一些些嘅太白麵、甜點嘅麵咧，冇可能像自家手工皮骨可以聽到講，也可能手工麵咧個少吃人嘅太白麵個多，安尼冇法度好嘅調嘅。佢都看有時看一下，基本上安尼兩個都做一般一般。唔可以太粗，唔可以太強，都好健康嚟又可以。keep 嘅食品，錯，哦，其實手工皮骨彈簧嚟吼，佢費工，唔過吼健康嚟，佢方嚟真實上比較講其他好處喺內吼。錯，仲睇過頭先我有談過講皮骨也可以翻修嚟保養，係真嘅嗎？哦，也係真實嘅。當然翻皮吼，我會先看，看做乜嘢會翻皮，如果而家皮骨嗰個佢叫嘅，變硬。有人也感覺有啲粗，要分做兩兩，可能哪班人來做，但是人來的時候，我哋沒有去評估，佢有點皮翻得還是翻唔得。哦，基本上都係講喺條擺做手工皮嘅，我爸爸嘅時代還是講老師傅嘅時代做，我哋可以翻。後現代嘅東西我哋會看。會翻，我要拿來翻。但是我哋會建議講要翻皮哦，盡量一天來，冇寒天，寒天嘅話，全部會記得嘅強下。所以講，只要如一天來做，馬個強壯，做到個好多安尼。唔過安尼講開，其實也有理啦，吼，佢冬天來翻嘅皮骨，等於講愈加可能都。減一兩皮骨可以改，做唔得出來，我不如罵。真是的，不過從睇個做一個手工皮骨真辛苦，還談講唔能喺工作嘅時間做唔得吹天山咯。錯，係天咧，因為吹面會比較，按人手工皮強調嘅會講皮骨一天天蓬鬆嘛，一天愛嘛，天一愛平整，冇一片。佢多面一片冇面嘅，過起來都唔爽快。哦，做皮可以平啦。佢說唔可以吹天山，係啊，你吹天山全部都用高高，用高高嘅做唔得。吹冷氣開嘅空調可以冇？可能微熱可以啦，但是勁還是唔好啦，因為空調會濕凍，因為面會比嗰個濕凍。錯，你嘅工作嘅環境真辛苦咧。也唔會啦，公司唔會啦，佢神奇啦，唔會。可能做關係嘅啦，有啲人來到人嘅工作室環境也沒有進打球，但是我哋來做唔會，因為東西好，我哋甚至有時做，我哋沒有帶頓，人工帶頓嘅馬斯古帶頓嘅，但是我哋都看東西，其實我哋皮骨伊可以強力，面咧可以強力啦，但有時我哋多反面，我哋要帶因為伊嘅線條切得好短，因為比嘅那種用東西用。嗰時攰到頭天生唔好晒，買有樣嚟嘅，材料全部唔會平嘅，做好人嚟做。哇，觀眾朋友，一兩皮骨其實工雖然費工，不過最辛苦嘅係師傅呢。你看，睇熱天嘅時間還做唔得吹天山哦。哇，不過有個皮骨從泰國睇賣皮骨嘅時間，又讀到好多神奇嘅故事哦。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上一堂談嘅狀態過嚟，小姐講，皮骨底部嘅面呢，有耐得冇共用，做皮骨嘅時間一定係辛苦。不過，還談講做皮骨嘅時間，還有很多神奇嘅故事哦，來請教一下狀態過吧。狀態過，頭先有講到嘅翻皮嘛，有介紹講用板來翻皮。我還第一講，唔睇翻皮嘅時間，談講還有神奇嘅故事，係用板神奇嘅故事啊。我記得印象嗰一層咧，也嗰神奇嘅地方咧，有一日
有的什么诶，拿1两亿的慢些皮骨，蛋糕呢黄撇撇的哟，也18呢，莫讲无手手啦，你可以 Q 可以 Q，可能用请求的感觉诶，用请求啊，请快些人来面前讲，条哥，佢拜托件事啊，我某个事情，伊讲，佢同我来翻皮嘛，我讲好啊，可以啊，当然也要翻去结婚用的呢，我讲好啊，我妹伊讲，做乜唔愛拿一兩皮來翻皮，去做結婚用。因為佢講，伊啱本條伊迄無嘢米絲，伊所唔落膠。哦，伊所唔落膠哦。咱明日都翻，翻好之後，我貼片都因為伊個洗兩皮嘛，都減面咧。等我翻咗之後，我有圖嘅營養本叫做女的，洗皮去翻。看到伊個洗兩皮表情輕佻。嘛本來。講個奇妙也可以感動，比如講，我準說我一兩洗皮嘅，不如啲生命變一兩台皮嘅，塗嘅 logo 按不得向下改，水落高，但是如果講伊 logo 唔係水落高嘛，係啲啊，因為慢些多胎貴多胎嘅皮膚，人哋弄啲講，有一種自家嘅味絲，係味道睇睇，一聽我嗰一頓嘅吼，真係水咯，哇，安尼講。真感動咧，談到一個故事，佢都慢些細皮又翻咧，線咧變做胎嘅，做一啲傳承，本佢從自家嘅老公向下來分享，來皮下去搞壽面。冇安尼講啦，可能佢老公也真好，因為係佢老婆嘅面。錯，係啊。不過安尼總體講，睇人哋更加手工皮骨啦，睇買。人客可以潛，一定可以點嘅風嘛。行喺講唔能有像更加符合人哋時代嘅潮流咁喎。可以去名路風。有，佢沒有做名路嘅天橋，嘅名路嘅買賣安尼。不過喺名路風係唔自家送，天係自家送，也係寄過去啊。講到樣我想係天拜左右嘅故事啊，天拜應該先講楊仁下，伊喺度睇台北，伊喺度睇上次哦，伊打電話幫我，因為佢講人能當做樣名路嘅東西，伊也講愛片，我也講伊片，講我都同伊講，講唔怕，講無路做好嘅。你都藝術搞政府搞科咁唔怕，因為天拜，多我個個喺度睇台北，係都講咁無路上去行啊，講啊，都視察圖，你嗱幾兩皮骨咯，只係幾兩皮骨咯，真係印象佢層咯，都試到台北，試到上次先，嘅見下人都新北市上次送俾，伊看到我，如講，咁。如睇講，咁請人來，按對哪來？係個係對屏東女配來呢？伊頭當上嚇到一個，唔對按人來，我都唔對新竹嘅苗栗來呢？係嘅，我喺天拜左右名路嘅也買賣嘅故事，本來影響也可以出。對此以後，我哋都係講，如有用記得咧，再基本影下嚟。安尼嘅人行應該對印象佢是會唔會也繼續同人點樣支持吧？有，更加還有。係啊，因為安尼一兩皮骨咯，你看做到好，底背有師傅嘅感情。你看有安尼送過去，一個感情都太難。係啊。不過一兩手工皮骨係咪可以用清酒啊？錯啊，可以用個酒。19年嘛，錯。甚至於講，因為用咗個酒，千多年。本地攞杯去嘅，還繼續來做一個手工皮骨，錯冇？有誒，還是有誒。從聽個故事講，有一啲因為我哋做嘢攏這個行業嘛，伊對我哋嘅東西有特別嘅伊嘅感情喺度。有一啲人咩係加到量大，討厭嘅，雖然講皮骨研究，伊本身有做成，佢研究，但是伊本身做成嘅。你睇討厭嘅龍潭，你同佢料啊，材料都係介紹人嘅皮骨。介紹嘅你拄好你加入人講嘅團向下來買東西，團購用嘅，一下同係天意水量。哇！一個算清太量嘅，手工嚟對係南鋪喺對基礎嘅。係因為講人啲東西都講，伊皮骨好，有個講法。當然有時會想講，
东西用过久，下一摆买又生意好诶，但是也感谢讲人客有得介绍，我哋也愿意做安尼服务，还有推荐送上去嘅，也影响蛮过程哦。哎呀，去个当去个1日，就样来回2日的时间。真是哇，总体讲也鬼唔简单咧，一个做一个屁股，真有感情，故说改健康嘞，和真有个少年的感觉。哎呀，总体讲，安尼嘅话，家底下讲，其实青岛嘅传统嘅产业，更加都面临到一个转型的问题嘛。系啊，因为更加讲，佢出来嘅青岛取代人的人工嘅部分。安尼能对手工嘅棉被也快啦，你自家有想法冇？有做乜嘅新嘅转变吗？也讲来讲去也算人工啊，唯一的不变，来变，对头摆嘅菜地嘅生发，菜地听人哋菜地卖，但是人工嘅，我哋菜地都安泰，你如果想办法，菜地安泰，另外。有卖咁样东西人也多诶，但是我哋好多，如果讲好多店，我哋係會做東西嘅人，內行來買東西，感覺冇咁樣。但是也係因為也仲係關細體化，還有競爭化，別個我不得不想，我未來嘅方向，係可能慢慢嚟轉型。像頭擺路做，頭講做本地嘛，佢哋做嘅名路嘅生意，我更加可能未來路轉型，會慢慢嚟做人家更加高興嘅觀光嘅小工廠嘅，本來體驗買個很多大皮骨，第個頭擺嘅人，東西講實在唔係買以為我啲嘢用嚟嘅，只有安尼帶動一些有興趣嘅人。讓我哋也參加咱嘅活動，因為一條邊嘅參加活動，如果對啊產品會有影響，冇法睇嘅人攞波以為如何，現在買嘅都以為如何用，但是我哋攞錢嗰種客層，來行我哋一部分，當然未來路玩清楚，玩清楚，真是玩清楚啦。還有人問我哋講，阿姨嘅生意會講冇啊？還是講對要嘅嗰度嗰種大量化對我哋嘅影響，有東西可以冇講。我哋咩同佢講，生意會講唔講，當然看你嘅意思。有樣嘅東西可以冇講，我哋嘛看你哋嘅未來嘅發展。係啊，我有啲感想會講163。全部都會發也可以講，但是我哋係有其他書嘅、條嘅、用業嘅來會更好。咁嘛我講呀，因為講我哋對未來嘅挑戰，可以講我哋佢當然都冇做嘅。未來邊講，佢可能會邊講佢單一，我哋也希望講我哋東西冇發生啦。係啊，也對我挑戰真。我更加問題做，我還是繼續行下落去，到幾行，我來看變化，再來做改善。反正變化有青島，不過呢，人哋有自己有好嘅想法，繼續我哋來挑戰，試過那先，反正冇行唔掂嘛，都冇。不過頭到總體講有講到嘅咧，我有興趣，我想講觀眾朋友應該有真有興趣，因為佢大皮骨嘅體驗發通，可以請繼續個詳細一些先嘛。可以，我來分享部大家。如果講我哋來做嘅體驗活動有兩種，一種路可能體驗，先路一啲嚟講，一啲路體驗做皮骨，當然皮骨路做細皮骨，我哋建議講我哋路做一兩皮骨，來以家庭來單位，來也中間，來體驗講唔用大皮骨，頭擺用大法，還有。頭擺做法，有其他形式的做法，全部做不帶量過去。天也有做針頭，做針頭部分會講一路來了解的棉花特性。我哋想做我哋自家47家針頭，一邊做我推薦分享，冇講教路嘅分享，專門人做一定用手工做，當成器。當然
时间一种东西哦，而且事先讲，因为有时临时用系侵犯一些，准备嘅材料，还要准备材料，还有时间，还有人数，对啦，时间大部分拢会利用1周的时间来做，不大家有啲快乐嘅体验。一多人可以来体验嘛？报名最多一多人最少一多。体社会化系4人以啲家庭为单位，冇朋友，冇如系男朋友吼，冇如家老公，安尼体验带4人来，体多可能冇超过12嘅，因为超过12嘅，可能嗰片都。個空間都唔拉擺，哦，歡迎他人來。真神奇呢，跟講你哋做我嘅好朋友啦，今年都開有4年咧，請下落去體驗一下。可以。係啊，這個大量屁股過去，又係做一啲整條過去，真好。真好呢，冇咁樣嘅體驗嘅感覺。係啊，自家做東西啊。係啊，如果覺得哦，有時當初覺得死皮嘅，啱啱所以我貼自家做整條，大滿贊，真是。係啊。哇，觀眾朋友，今日你聽下狀態個故事，張底下講，原來手工皮骨對頭到尾要費很多嘅功夫，也因為有師傅嘅感情喺底部，佢說話皮骨減紅來才會按手呢咯。也有底部人哋老祖先嘅智慧，原來皮骨係可以翻修嘅喲。唔係講減手呢，都皮骨馬上都同佢結合，大家要注意哦。也希望講狀態個可以繼續同一個傳統嘅產業繼續睇下努力發揚光大哦。今日請感謝狀態個帶來很精彩故事，俾我哋很多嘅感動。感謝狀態個，也感謝各本主持人，也感謝電視前面嘅觀眾朋友，有閒來了來評論嘅女朋友來體驗打皮骨，分享大家。好哦，喺打皮骨之前，我哋先來聽段欣賞來做一下運動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我係永權，我今日教大家係芭蕾瑜伽，前幾排嘅運動，我哋芭蕾瑜伽練習。觀眾朋友有冇愛感覺啊？係唔係感覺身材還有嘅體態變得更好嘅呢？感覺唔係疲憊，感覺有自信呢？係，更加開始強紅起來，同欣賞痛下來做芭蕾瑜伽嘅哦。咱芭蕾瑜伽基本動作還記得嗎？記得嗬，2隻腳打開了，也係腳位、椅位，好，芭蕾鼓輕重要哦，也係最基本的動作。加上我們的呼吸，加上我們的表情同眼神，好，聽呢位嘅轉移重心，咁長嘅骨盆有長冇？聽空來，肚臍數空來，10 分夾緊，控制你的骨盆肌肉，慢慢地數下來，平間按落來做一個拉筋的動作，你的腳伸上去。好，伸出來哦，按個手吸氣，調氣，可以把你嘅等你胸，好，慢慢地你嘅調拿，下氣，用下面嘅腳來做鼓下氣，
伸出來，鼓打出，可能先上同下做，慢慢地做，做唔到唔怕，更攏可以彎彎腳彎趴。人家來側身，轉過來，吸氣，好，吐氣，可以嘅，盡量往下去，唔可以多一片都好誒。同樣來做鼓，伸出，鼓下去，伸出。慢慢地數鼓來，好，更加看好我腳哦，慢慢地轉，轉嚟到後背去，上面、下面，做一個平衡，像蝴蝶樣誒，展翅飛翔，兩位都聽來風。腳挺上去，再下來，踢上去，可以放下面嘅腳馬伸出來哦。慢慢地鼓下來，原背放起來，冇踢腳，嗱唔可以緩緩咯。鼓來中間，好，更加按下來彎片，同一燈呢，慢慢地把呢另外一片，更潮又穩冇。準備好嘅嗬，我來做鼓哦。分數，加上我嘅表情，同樣做。記得咯，放起來嘅時節。師傅要夾緊哦，手柄下去，再伸出，腳慢慢地挺上來，都是數好來，伸出，腳趾頭伸出。慢慢地下來，天呢位耶，手柄下去，牙膏，慢慢地腳掌挺上來，將肩膀衝來哦，都是豎上來，這副豎上來，慢慢地下來。
加脚伸上去，起去，跳去下去。鼓伸出，鼓下來，伸出。慢慢地做，天輪線上通下做，鼓下去，再伸出，記得嘅腳，腳趾條要伸出來哦。慢慢地放起來。轉過來，將長嘅骨盆有側毛，有張毛，側彎腰。好，另外一隻手可以板輪，鼓下去，伸出。你嘅手盡量啲，你嘅鞋上放下去哦，放上去，慢慢地鼓來，慢慢地轉，可以嘅，盡量做一個平衡，兩隻手。用個天來下，好腳踢上去，一，用下來，二，三，四，慢慢地下來，一樣原背向來，天天呢，那唔會緩緩哦。好，歸到中間，好來做一個壓背動作，低後背，做壓背。彎腰，再擺壓背，手盡量伸出來哦。慢慢地鼓來，起去，跳去，今日動作好玩嗎？好玩呀哈！動作有一些難度，要自己衡量自己能力哦。明日要團線上來，同下做運動，身材會變好，心情嘛會變好哦。好好運動，下次再來了。